1979年4月16日，成功大学电机研究所团队成功研发出太阳能电池。经过2年多的不断研究发展，已经研制成功利用细晶片吸收太阳能源，转变为电源的太阳电池。太阳能电池被大量运用在电脑、电子表各项产业。成功大学嘛透过建构合作，协助生产一种精密的太阳能电池。1998年4月16日，清华大学女研究生王水命案，永寿王协会被处无期徒刑。承办检察官他当然是综合整个的卷证，还有这个被告犯罪的态度，当然也衡量到死者家属心里的感受。虽然王协会手段残忍，但是检方因为伊无前科，有深深悔意。伊只有认真读册，无养成健全的人格，年纪轻轻有动静之处，因此处无期徒刑，留伊一条生路。不过，这款的判决结果嘛，引发社会正面反面的论战。